部。其實喺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係喺香港其中一個非常之常見嘅傳染病。通常手足口病咧就係因為腸病毒引起，而比較常見嘅腸病毒咧，包括咗大家聽過嘅 Coxsackie， 即係柯薩奇病毒，同埋可能係比較出名咧有一隻叫 EV71 腸病毒71型病毒。嗱，因為咧以往曾經因為 EV71嘅感染同埋爆發，引致到小朋友比較嚴重嘅併發症，所以 EV71咧係咁多隻腸病毒入邊咧令人比較關注嘅病毒嚟嘅。咁頭先醫生就講到腸病毒啦，咁其實手足口病係點樣傳染嘅咧？嗱，其實手足口病咧就同我哋喺流感高峰期經常見到有好多嘅呼吸道嘅傳染病咧，非常之類近。基本上咧，手足口病毒咧係透過飛沫同埋近距離接觸傳染。好多時候咧就透過染病嘅小朋友或者大人佢哋嘅分泌物，特別係講緊上呼吸道，可能係鼻涕啦、口水啦。間唔中咧，當然亦都有機會咧係透過佢哋本身嗰個飲食啊。好多時候咧，如果手足口病咧接觸到患者嗰一啲嘅皮膚上邊有一啲嘅水泡穿咗之後咧，而接觸到嗰啲分泌物咧，亦都會傳染嘅。嗱，點解手足口病有時會比較難預防咧？因為其實當有受到感染，譬如可能我哋嘅手指掂過鼻涕啊，又或者可能我哋本身個水泡穿咗之後啊，甚至可能咧就患咗手足口病嗰啲腸病毒嘅小朋友咧，嗰啲分泌嘅糞便咧，如果接觸到有一啲嘅玩具啊、書籍啊，或者啲常用嘅表面咧，其實可以透過近距離嘅表面嘅接觸咧，都可以傳染俾其他小朋友嘅。咁其實手足口病嘅潛伏期係有幾耐嘅咧？手足口病嘅潛伏期咧，通常就大概係3到7日度，即係話咧，你可能已經傳染到啦，要幾日之後咧先至會病發嘅。咁其實手足口病啦，係喺乜嘢時候最具傳染性嘅咧？一般感染咗手足口病，即係腸病毒嘅病人咧，喺頭1個星期咧，其實佢嗰個傳播性係最高。所以咧，點解好多感染咗手足口病嘅小朋友咧，如果佢返到學校自己又唔知情嘅話咧，好容易咧就會快速傳播俾佢身邊嘅小朋友嘅。不如講下手足口病主要有乜嘢病徵啊？嗱，手足口病咧，其實最常見嘅病徵咧，通常咧就係喺感染咗冇幾耐之後咧，就會發高燒。咁嗰個發燒咧，好多時候咧係同時間小朋友，你會留意到佢個人好攰啦，胃口差咗好多啦嚇。咁當然亦都喺好短嘅時間咧，就有機會會嚴重嘅喉嚨痛啦。通常咧就發咗燒1到2日之後咧，開始咧個口腔入邊咧就有機會會出現一啲腫痛嘅紅疹。最初咧其實通常我哋講呢啲水泡咧痛得嚟咧，但係最初只不過係一啲細細嘅紅點嚟嘅啫。但係慢慢咧就會演變成為一啲嘅潰瘍，開始有啲爛嘅地方。而通常呢啲潰瘍咧比較常見咧係影響小朋友條脷啦、牙肉啦，又或者口腔咧入邊兩邊腮嘅內側。嗱，同時間除咗影響個口之外咧，通常手足口病咧係有機會影響到手部、腳部。通常係影響手掌或者腳掌，不過咧好多時候咧，就算我哋講 pat pat 啊，又或者可能有啲生殖器官嘅位置咧，都有機會出現紅疹。通常最初咧就係出現啲細點嘅紅疹，不過慢慢咧有機會又變成水泡，甚至咧係會穿咗嘅。咁頭先醫生就提到啦，手足口病咧就會令到病人會有啲水泡啊、紅疹等等啦。咁其實點樣可以舒緩呢一啲嘅病徵咧？嗱，手足口病咧其實係一隻過濾性病毒嘅腸病毒感染，通常咧就冇一啲特別嘅抗病毒嘅藥物咧係可以殺死呢一個腸病毒嘅。不過咧，大部分嘅個案咧，其實用一啲舒緩性嘅治療咧，已經可以幫到小朋友㗎啦。嗱，譬如咧喺患手足口病嘅小朋友咧，好多時候佢哋會有發高燒啦，亦都可能有起水泡，同埋咧可能個口入邊咧有一啲潰爛嘅情況啦。所以咧，我哋會建議家長咧可以定期咧幫小朋友留意住，到底佢嗰個水分夠唔夠？譬如喺中間如果有機會有缺水嘅情況咧，就要補充一個足夠嘅水分。喺過程當中咧，一定要有足夠嘅休息，要暫時咧唔好返學或者做一啲太過體力勞動同埋操勞嘅工作。而過程當中，如果發覺咗小朋友有發高燒，又或者咧中間可能有潰爛嘅話咧，就可以安排咧有啲合適嘅退燒藥，同埋咧就甚至咧用一啲嘅啷口嘅消毒藥水，盡量咧去舒緩咗小朋友本身嗰個口瘡對佢嘅影響。如果譬如佢身體有水泡啊，又或者手腳有腫有痛嘅話咧，亦都可以用一啲止痛嘅消炎藥咧嚟到幫助小朋友嘅。手足口病患者其實需要幾耐先可以康復咧？點樣先至為之完全康復咧？
因為手足口病咧，通常嗰個感染咗之後咧，會有機會咧有一個3到7日嘅潛伏期。但係發病咗之後咧，頭一個禮拜咧，其實係最高度傳染嘅時間嚇。咁所以如果真係小朋友係有惹到手足口病或者開始有發高燒咧，一般我哋建議佢咧就暫時唔好返學住。如果唔係咧，就令到學校同埋院舍個爆發嘅風險非常之高。同時間咧，通常咧，如果我哋個身體係有起到水泡嘅話咧，一般係需要當呢啲水泡咧謝咗同埋乾咗咧，先至開始係冇傳染性嘅。所以咧，家長嘅觀察咧就係要等小朋友發燒退咗啦，可能佢嘅紅疹同埋呢一啲嘅水泡咧都已經乾咗同埋謝咗，同埋小朋友開始精神翻啦，個人有體力啦，亦都可以開開心心咁食嘢啦，先至安排小朋友翻學嘅。咁其實如果患上手足口病啦，會有啲乜嘢最嚴重嘅後果嘅咧？嗱，一般嘅手足口病咧，就喺成年人身上咧，其實嗰個殺傷力咧係比較低嘅。但係咧就間唔中咧喺成年人，特別係老人家，又或者咧可能啲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仍然都有機會咧令到有類近脫水啊，或者水分唔夠啊呢一啲嘅併發症。所以咧，第一家長咧好多時候咧就要留意到啲小朋友喺病嘅過程當中咧，有冇機會可以補充到足夠嘅水分，同埋嗰個進食習慣可唔可以令到佢有足夠嘅營養。嗱，我哋特別擔心嘅咧。雖然並唔罕見，但係手足口病本身引致到佢發病嗰個腸病毒咧，其實有唔同嘅病毒咧係可以引致到比較嚴重嘅併發症嘅。譬如大家頭先聽過啦，就喺世界各地咧，包括咗亞洲地區咧，其實 EV71 腸病毒71型咧，曾經係喺唔同嘅地方引致到幼兒園有啲大規模嘅爆發咧，令到小朋友感染到一個中樞神經嘅病毒感染，最後咧有機會演變成為一個病毒嘅腦膜炎同埋病毒嘅腦炎，甚至係會有機會令到小朋友死亡嘅。嗱，通常咧，如果擔心有機會發生腦膜炎咧，家長就要觀察到底感染咗嘅小朋友會唔會有持續嘅發高燒啦，個人完全冇精神或者甚至嘔嘔竇竇啦，甚至咧發展到咧突然之間唔睬人啊，不斷咁嘔吐啊，特別係有發生抽筋嘅情況咧，就要特別小心，要早少少帶佢睇醫生。嗱，另外一個腸病毒手足口病咧，有機會引致到比較嚴重嘅併發症咧，就係心肌炎。嗱，心肌炎咧，其實喺小朋友身上咧，以往我哋一路都知道咧，其實係可以透過腸病毒嘅感染，特別係 Coxsackie virus 柯薩奇病毒，有機會咧刺激到個小朋友年幼嘅心臟咧，突然之間有一個比較嚴重嘅發炎。通常除咗發高燒之外咧，家長要密切留意小朋友會唔會突然之間會氣喘、行唔到路。甚至中間咧，發覺佢咧個心跳好快啊，或者比較大嘅小朋友咧會嗌心口痛啊。如果有嗰啲情況發生咧，其實就應該盡快帶佢去睇醫生。有冇話手足口病其實邊一段時間係高峰期咧？其實香港咧一般咧手足口病，因為係透過腸病毒傳染啊嘛，所以咧其實主要有2個比較嚴重感染嘅高峰期嘅。第一個最主要嘅高峰期咧，其實喺夏天，大概係5到7月嘅時間；而第二個時間咧就喺冬天，大概係10到12月嗰陣時係天氣開始轉凍嘅時候咧，會一個比較細嘅爆發嘅高峰期嘅。手足口病患者咧，其實會唔會再次感染手足口病咧？嗱，手足口病咧，因為本身咧係一個常見嘅過濾性病毒，所以咧感染咗嘅患者，包括咗小朋友咧，其實係會身體有抗體同埋一定嘅抵抗力嘅。不過咧，因為手足口病咧本身咧係一個好大嘅家族嚟嘅，所以入邊咧其實係有非常之多嘅過濾性病毒嘅種類咧，都可以引致手足口病。所以咧，就算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咧感染過1次手足口病咧，仍然係有機會受到其他種類嘅手足口病嘅腸病毒感染，令佢重新再惹上呢個症狀嘅。屋企嘅小朋友咧，如果患上手足口病啦，作為照顧者，我哋要點樣特別去小心照顧佢哋咧？嗱，因為大家知道啦，手足口病咧通常咧就係喺一個特定嘅環境傳染得到嘅，咁就好多時候會喺學校啦，可能係人多擠迫嘅院舍啦，又或者一齊小朋友玩玩具嘅地方，可能波波池啊，有啲遊樂場嘅地方。咁所以咧，如果當小朋友係中咗呢個腸病毒，有手足口病嘅症狀咧，其實第一家長又好或者老師都好啦，就要確保小朋友咧盡量減低同其他小朋友或者身體比較弱嘅老人家接觸嘅
機會。嗱，如果真係咳嗽要出外嘅話咧，記得一定要戴口罩。但係嗰個過程當中咧，要避免小朋友咧同其他人共用碗筷。譬如咧就一齊食嘢嘅話咧，一定要用公筷啊，要有自己嘅杯同埋碗啊。嗱，因為喺手足口病感染嗰個過程當中啊，小朋友其實嗰個分泌物可能係口水啊、鼻涕咧係有高度傳染性嘅。所以咧，如果小朋友有咳嗽啊，或者有啲用過嘅口罩咧，記得咧就要一定要好好嘅清潔，同埋咧要洗乾淨手。嗱，用過嘅口罩或者抹過嘅紙巾咧，其實係必須要擺翻喺有蓋嘅垃圾桶。嗱，特別嘅地方咧，因為手足口病咧係涉及到腸病毒，所以咧患者包括咗小朋友咧，其實佢個糞便咧係會傳染嘅。而通常咧手足口病呢個腸病毒咧，可以透過糞便咧持續有幾個星期嘅傳染嘅機會。咁所以咧其實係要做好清潔措施之餘咧，亦都要確保咧嗰個衞生。譬如去完洗手間啊、大便啊，要好好咁清潔洗手間啦，甚至咧就要定期咧幫小朋友去洗手間啊，或者洗手間嘅設施咧要有一定嘅消毒。通常做好嘅預防措施咧，就會大大減低傳播嘅機會㗎啦。今日好多謝葉醫生詳盡嘅講解。今日各位歡迎收睇《杏林在線》。喺2月中恢復全日面授上課。究竟手足口病有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醫生同我哋講解一下要留意。我諗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其實手足口病咧，顧名思義就喺年紀